表明身份的，而且他知道他就是警察在执行。哪个单位的保六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他就针对一个女生，我也不想表明身份的，而且他知道他就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警察执行职务，他在那边是指挥监督等等这些。因为他是一位警务证，他是警官，所以很清楚。这个我要再次的强调，到很多机关去，像警察是有制服，很多公务员是没有制服。那你到没有穿制服的公务员的公家机关去，已经知道他是公务员的，你可以说他因为没有穿制服，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公务员，所以就不会构成妨碍公务，是这样的。这委通啦，我不客气的讲说，我们把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把它弄清楚，大家就会了解。这个委员为什么突然间去针对他，我也不知道，因为旁边其实在拍的人也有男生也有女生啊，那为什么他就针对一个女生，我也不想。因为像那个话，就是这些男女的话，他们是受伤的，而且受伤我想这一部分就让受伤人让司法去处理，看怎么一回事。那事实上，我要再次强调，保六是保护我们。包括首长，还有包括很多公共机关的安全，像立法院就是保六总队在维护他们的维安的，所以你到立法院去看到的警察都是保六总队，所以保六总队都是维护机关跟首长的安全，这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看我们包括总统、副总统在平常的维安，我们的警官一队、警官二队，所以大家知道警官队，警官队都是隶属在保六啊，所有的首长的随扈。全部都是保六，也都是警官队，全部都是保六。所以大家到内政部看到我们在这个保护这一些机关安全，那一些警察都是属于保六总队。如果因为妨碍公务而让公务员受伤的话，那这个伤害罪是被包含在妨碍公务里面。所以妨碍公务里面，不以有没有受伤为妨碍公务成不成立的要件。也就是说，纵然没有受伤，一样可能会成立妨碍公务。那这一步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因为过程里面看到影带等等这些我想我们远景已经到中正分局去正式提告，那正式提告就必须要去送检察官去做相关的一些侦办。那这一部分就检察官来认所以我再次强调我是读法律的，我当了几十年的律师，我非常清楚。妨碍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不以公务员受到伤害。但是如果公务员因为如此受到伤害的话，如果是轻伤，那包含在妨碍公务里面，他认为是妨碍公务的那案件。但是如果是重伤，那另外会有加重，所以另外那个只有加重。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应该要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妨碍公务，像我们曾经看过骂警察30件，就被妨。